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。今日伫彰化县来举行，中部7个县市的首长联手行销中部20条特色的观光步道，讲只要翕相传到网络，就会当参加抽奖，上大奖是轿车。另外7位县市长嘛来签署着减煤减碳降低空气污染的共同声明，而且伊嘛反对含三肉精的美国猪肉。中台湾七县市出游吧观光步道3游会。台中、彰化、南投、云林、嘉义、苗栗，也有新的县长有7县市的首长做伫彰化县政府共同行销7县市的20条特色观光步道，佮推出游客若翕相上传，就使参加抽奖。针对7县市20条我们的这个观光步道来做相关的行销。那这部分呢，有所谓的4重抽，你走1条步道有1重抽，3条步道是2重抽，4重抽是7条步道哦。那还最高可以有1台汽车的一个这个得奖。另外，台中市长罗秀燕、彰化县长王惠美、南投县长林明珍、新竹县长尤文科、云林县长张丽仙、嘉义市长黄敏惠、苗栗县副县长郑贵菊等人拢共同签署减煤减碳降空污的声明，佮做伙反有三肉精的猪肉。这7位南洋县市长的共同声明，甲中央表达因强烈的立场。